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，健康吃饱，只要来关心健康的话题。讲到咱人是无多挂无事牌，破病互医生看都爱食药啊。有的人一个较好尔，阵啊大煮大鱼鸡熬，药啊无爱食。药剂师提醒讲，有的药啊是袂当因为镜头较好就无爱食，啊若无可能会更较严重，就变做更较危险。民众感冒看医生摕药了后，真侪人拢会因为病有较好啊，药就不爱食，安尼敢会用的？其实我们并不建议这个民众自行停药。药师提醒讲，有的药啊，伫病受到控制了后，袂当雄雄就甲停掉，若无病有可能会阁压起来，阁会变甲阁较食力。像讲每一种抗生素对应无共的病，拢有无共的疗程，就要按照医生的吩咐来食，甲药啊食好完，安尼才会当甲体内细菌全部拢杀死。那尤其是抗生素的方面，一个有效的这个抑制细菌的生长，通常有2个主要的条件。那一个就是它要有足够的浓度，那第二个就是维持在这个足够浓度之间的时间的长短。那所以要是民众他觉得已经退烧了，他就没有再服用这个药物的时候，其实就不能够有好的有效的这个抑制细菌的生长。若是雄雄甲药啊停掉，有可能会互有抗药性的细菌有继续活落去的空间，尾啊，佮摊开，互病变甲更加严重。刷落就爱换更加强的抗生素，疗程嘛有可能会变更加久。民众食药啊，就甲过车路共款，爱停看听，才会当避免沾到药啊，互药啊的效果完全发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